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嘅，我係吳依容。我哋今日嘅來賓呢，我上過到福喜來嘅老朋友，如認識的我哋嘅藝術老朋友係畫家黃冠廷先生，先生好。大家好，我來自屏東內埔，叫黃冠廷。頭到6樣前，我哋都相認一下，我哋係學弟、學長、學妹，各種嘅學長學妹啊，嗬，我哋過好奇嗬，因為我哋係對發展開始講，因為咱開係第一擺嘅個展，嗬，第一擺嘅時間同第一擺嘅風格冇同樣嘅嗬。因為有第一擺係第6對客家文化園區，所以我都將有關嘅客家意象嘅嘅東西都拿出來。一擺可以發展第一擺，個展，甘肅係用嚟，同第一擺冇嘅冇同樣。冇同樣嘅地方都講第一擺睇嘅佛教嘅場所嗬，所以佛像好多。一擺因為其實嘅客家6對都有。將嘅你我以前所創作嘅有關於客家嘅東西都拿出來，最主要是介紹俾參觀的人，第一講嚟客家用按到6對，甚至於也有留到有參與到嘅你佛教一啲佛像啦，也介紹到佛教嘅一般嘅知識啊。我哋黃先生會同我傾樣喎，因為我哋萬世啊喺客家中成長，其實冇嘛會意識到自己係客家，也算唔係客家嗬。我哋定位嚟望，我睇畫圖嘅時間，某個時間有意識到過，我來畫同客家有關嘅東西。我哋對於開始嘅學習嘅畫圖以後喎，都有當然。一啲畫家亦必須要內省，內省自家嘅你出身的嘅你，甚至於鄉土也都要關懷也方面的事情，所以都意識到講，自家客家做乜嘅要出省安尼，都將對呢方面的創作安尼。先生係你陪睇？新北市睇嘅，家5萬歲係用嚟4年嚟作怪嘅。係啊，作怪嘅嚇，年這樣子，安尼狀態嘅。當然嘅你萬歲嘅時間嚇，太天嚟，以前冇三個圖嘛嗬，所以。佢容易畫東西啊，所以睇見喺泥土方都畫東畫西啊。萬歲就幾好畫。咁萬歲畫乜嘅咯？爸爸帶我去看天陽啊，比如講食平龜啊，又對你嘅你騎馬啊，我都會幾類都會畫啊呢個東西。係哦，你差唔多幾多歲嘅時間係畫骨石？應該是我冇讀幼稚園，應該是差唔多到幼稚園嘅下嘅種年紀吧。就睇內行安尼吧，書安尼書記安尼。就安尼睇嘅畫。像我萬歲就係佢唔愛畫圖嘅，特別先生講畫圖係都會痛苦，唔愛唔清好畫係咪？係啊，因為畫圖嘅時間可以將自家嘅所有嘅想法、心思啊，完全記唔得，我就變係甚至於一直以來喺畫圖中將會將嘅時間啊，甚至於都會記唔得講自家愛食東西、愛啉水啊，就安尼都廢寢忘食，會多睇安尼長途啦。萬歲就會安尼咩？萬歲時間係咪香港？如果愛食飯不是我本人安尼3歲4歲安尼。係哦，嗰種萬歲就有發現到對畫圖一件事情，佢有熱情。也唔係講自家發現啦，都反正都佢自然嘅都安尼。就幾好畫。偏唔係講佢
刻意的爱去做一件事情。甲读书的我会畫課本嗰種冇，唔嘅做乖我去畫課本。多少我有。係啊，咩？咁我嘛嘅喏，如去囤嘅課本方嘅嘅孔子啊，嘛嘅啊。係啊，摩西古、鐵架士古啊，一樣咧係，攏我學俾人畫啦。嚇，咁唔家下睇同學地位啊，唔係貼喺好畫圖嘅嚇，係喺睇架路過好畫。我哋別人會安尼冇好，不過我都有安尼，見到面起來有安尼傾向啊。就係有貼喺安尼熱情安尼。係。哦，咁唔嘛嘅時間有想講，我行一擺要做畫家嚇，我安尼想啊。有安尼夢想，但是呢，因為升學的那個管道冇安尼。冇一方面嘅呢，所以吼，過後因為家庭嘅經濟問題，喺度進入嘅呢靠嘅呢原始學校，喺度入去嘅呢開原始管學校。哦。係。啊，後菜都講嘅呢睇軍中，因為係對一方面有偏好吼，所以有啲總管都會幫我。管理嘛，圖書館啦，圖書室啦，或文康中心一方面呢，所以都對文藝方面就比較偏重。因為讀書嘅時間就係去家畫嘛，最多都係比賽，比賽得獎安尼，冇乜可能講行一班去做畫家，如像講嘅，因為冇乜可能啦，就算嗰位畫，也如果感覺講。畫嘅讀書冇吼，係就冇可能。啊，你去讀嘅軍校，啊，安尼做兵10年。兵讀書總共12年。哦，兵讀書12年安尼。啊，有一些嘅機會吼，可以發揮安尼嘅才能。吼，加退下來過後呢？退下來過後都係因為嘅經濟嘅呢。嘅問題，所以都也冇一面都講愛從事人嘅藝術工作啊，都上班啦，過後都差唔多40歲幾下，生意咧又漸漸地睇嗬，都多嘅你平常沙期睇好，有佢一嚟辦，所以都去參加都過後都一直都。從事這個樣的藝術工作。哦，家下唔係睇做拍啲頭路，係已經退休嘅。家下還睇上班。還睇上班。哦，阿沙其他學有開課，就去上課。家下係一多歲嘅時間？差唔多41歲幾下吧。都算係啟蒙老師何文琪，也算係屏東台灣一度。真老嘅畫家啊，因為去年嘅往生咧嗬，所以也俾我展覽，都將我嘅以前提學習嘅時間，嘅嚟畫做我嘅海報安尼，所以仲嘅懷念緬懷他。哇，你嘅先生係按太史級嘅呢？嗬，太史級嘅。哦，咁退學係乜嘅？唔感受清楚咩？係乜嘅？印象清楚咩？因為對嘅呢，伊嘅畫風嗬，當然伊屬青島比較好嘅現代繪畫啦，是一些抽象伊都有經歷啊。不過後來伊都專注那啲鄉土本土嘅呢。伊都畫嘅呢馬背啊，都係呢屋嘅老建築嘅馬背，都係表現嘅呢各種嘅呢圖像。啊，因為受到伊嘅影響，所以我也對也鄉土也方面也漸漸嘅睇到你呢去畫去研究，過後我都即個。行嘅出界路，安尼。行出界路係屯先生嘅插片睇嚟。插片都睇到，因為我偏重於畫人物，都畫人，
因为我嗰時候去畫人嘅風景，因為畫人畫風景吼，我感覺是像看嚟講出安尼吼，畫人物啊可以表現到嘅我所要表現嘅所有嘅一種東西，像比如講也嚟，見到帶來也現場嘅東西都安尼。從日本人同人哋講一下，畫也圖嘅時間哦，有一種意象，如果像嘅朱自清嘅劉嘉怡爸爸吼，用對火車咧上下一台安尼，賣搞咩安尼，幾種感情咧嘅嚟表現哦，嗰時候我對畫也吼，也有一種嘅異曲同工之妙啦。因為我感覺到，我哋一生人。嘅爸爸媽媽都安尼撐起一把傘，都照顧人哋，本來嚟無數的乜嘅風風雨雨安尼，所以有一種嘅呢，爸爸嘅呢背囊，甚至於嘅呢嘅書骨啦嗬，남는嘅聲音呢，都保護到安尼意思啊。最主要就安尼表演啦。安尼萬歲同安尼開起來安尼吼。咁安尼畫個係先翕相，還係有 model。也會吼做到，因為我睇屏東福岡山嘅屏東工堂吼。我是擔任嘅呢美術館嘅義工。我哋過年前我有安尼下春聯本民眾也都。都有民眾會來索取，都看到也爸爸남는聲音嚟㗎咧，係擔任嘅呢翕相嘅呢記錄嘅工作，所以都到我都會翕到過後，我看到一種相片哦，實在真有嘅呢美圖啊，過後我都貼畫起落嚟。就看到安尼嘅景象，即個佢有感觸，有安尼算嘅呢頻率有接觸到安尼，對到就上去提拔下嚟。我相信大家看到也都係很有共感吼，大家每個人如果有同樣嘅感受嘅一部分吼，咁也係替部天天咯，我哋今日都愛請王先生吼同我哋對話當中講幾多嘅故事，我哋了一下聽過繼續請先生來分享。歡迎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今日嘅來賓係畫家王冠廷先生。多多先生有講到吼，萬歲就過後畫圖吼，唔過當然頭擺我個人想講，也會係一項投入啦吼。當然大家會比較成法一開始有同何文琪先生好啟發。後來係4年嚟個睇嘅，那有機會個重拾畫筆，去寫其他好上課。唔過家下嘅先生嘅風格冇同樣，係工筆畫嘛，嘅家下嘅王先生有適應上嘅困難冇？當初我開始學嘅時間是西畫，就油畫、水彩一方面，過後。因為我接觸嘅呢一個藝術團體宜昌藝術家社區協會過後因為我擔任嘅理事長，所以因為也團體伊對也個當代藝術過偏，所以也做嘅事情都一般的像社區營造啦，或是大型的裝置藝術，所以平面的媒體都漸漸的都變起來。過後卸任之後，
都冇做理事长过后，都开始都喺湖广园美术馆做义工。啊，有一长的时间啊，那度嘅师姐亦都跟鼓励我参加嘅呢屏东讲堂，因为有咁啊人间大学，啊有嘅呢沙企嘅一种嘅呢推广，嘅呢像画图啦，啊都跟所送我参加，吼啊比安尼跟随嘅无奈适合嘅情形之下，啊好我都加入嘅呢工笔画，啊开始的时间，因为安尼细画嘅工具同嘅呢水墨嘅工具啊，完全冇重用。所以当初开始的时间，冇法度适应。有问到嘅东西买一大堆吼，冇用弄喺度。如果人讲啊，都来见画落去，渐渐的都产生了兴趣。当然。当开始的时候是对火象也都开始，过后渐渐的都转自家嘅呢想爱表达的东西，像比方说也现在也台嘅越野机车哈，我都想讲啊，你用水墨工笔嘅呢方式来表现金属嘅呢铁的一种。人個硬嘅嘅感覺嗬，畫好佢都睇好背要再加啲羅筆嘅嗬，係叫做羅筆啊，佢有嘅呢一種嘅鋼羅並並存嘅呢現象，當然工筆畫嗬，一張圖。開始做稿都完成，差唔多一種從一種都差唔多4-5張日啦。哦，花很久。因為嘅呢工筆嗬，以染色的時間嗬，唔係講一筆都到位，而必須要貪嘅嘅色身一層一層的加，嗰種一個工筆都有關嘅嘛，3分9藍，都話咧經過嘅呢粉加粉3倍，染色染9倍以上安尼。學工筆畫係咪一開始嗰度就會對互相開始？也不簡單，有的用對嘅呢花鳥，工筆花鳥。哦，感覺愛畫好像係。談起來就幾難嘅吼，因為唔計描摹就會幾好工嘅咧吼。畫佛像最主要吼，可能本身愛有嘅呢佛教嘅一種嘅呢一種精神吼，畫起來能有，記得講我畫嘅啊東西，吼，比如講嘅呢碧川啦、晚川啦，嘅呢瓔珞呀，都嘅呢，吼，它嘅呢。法式也得來，甚至於嘅呢法相啊，用去表現，也攞有嘅呢有佛教本身佛教徒嘅這種嘅呢涵養，唔能有法度講個呢，包括本人欣賞嘅呢。哦，因為佛像冇佢用路很講嘅法相吼，唔係講凊彩畫一堆人咯，吼，伊個看起來像係有人感覺過崇高嘅感覺，佢就冇咁簡單咯。係，畫佛像最困難嘅地方都印住，一個呢畫像，你佢都冇，那種圖都冇好嘅。就唔係像一般畫普通人，吼，就唔會講開哦，吼，嘅神明嘅墓主係開光雕年嘅哦，吼。咁樣用嚟構圖咯，我也種圖嗬，本身嘅呢故宮博物院都有啊呢一種圖嗬，也有啊呢做嘅呢稿，所以睇畫嘅時間，你必須要先檢查一稿有哪隻有檢查冇，我睇畫嘅時間期間嗬，
你會發現到有使用嘅12星座。嗰間的一張圖哦，在宋代的時候，都有經過間的中國絲路的中西方嘅間的文化已經有喺交流，所以一種這種方向都有安尼使用嘅12星座出現嘅。哦，係哦，你講嘅歌單歌有哦，咁唔話嘅觀世音菩薩嗰種有幾模樣嗬？照一般人的印象咯，觀世音菩薩應該是什麼嘅形象嘛？當然當初嘅你佛教開始嘅時間嗬，釋迦牟尼佛喺涅槃嘅時間，而冇希望嘅你太聰哦，將伊嘅形象啊雕刻，甚至於畫出來。所以古印度嘅佛教，伊當初睇嘅你愛嘅你做一啲法會啦，甚至於嘅你乜嘅佛堂嘅時間嗬，用嘅你金剛座。喺望到嘅呢菩提樹，喺望到嘅呢山界也度來推表釋迦牟尼佛。過後因為嘅古希臘、羅馬，伊嘅雕刻技術漸漸嘅傳入古印度，過後都漸漸嘅都有產生嘅呢菩薩嘅形象出來。當初畫嘅前述嘅觀音。做乜嘅就會有事故，都因為呢，當初希臘弄一般的西洋神，嘅呢希臘的多神的那種嘅呢形象，所以太空弄嘅呢有事故。漸漸嘅傳入中國的世界，因為母親女性就代表嘅呢比較温柔，所以哈。漸漸的變成講都用女性來代替這個觀世音菩薩這樣的。或者在展覽的時間，見到人們都做乜嘅觀世音菩薩會有事故。我畫嘅時間整個圖面底下有天龍八部，都托高一般的神明。中間有嘅呢四大天王，東方有嘅呢十方佛，所以一張圖畫，做乜我會畫安尼顏歌嗬，都因為嘅呢每一個方方寸寸咯，都要注意，所以安尼。你看嘅兩幅畫哦，我就可以講按奇妙嘅故事哦，王先生又按好嘅作品，我了一下聽過幾首唱高伊嘅畫係用嚟畫出來後邊有用嚟嘅故事。歡迎到咗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嘅來賓呢係畫家王冠廷先生。先生雖然講翻嚟嗬，佢溫柔啊，慢慢嚟，唔過唔發講嘅畫圖嘅故事啊，韓國嘅畫背後嘅故事，真蠻想念嘅嗬。因為我本身係客家人啦，所以對客家一方面咧也有18個有到一個注意。所以一擺展覽嘅時間嗬，對因為睇6對客家文化園區展覽嘛，所以都將來本身對客家有一種嘅呢創作嘅部分咯，都有拿出來。嘅呢將一種嘅呢緬懷嗬，緬懷都你都畫到嘅呢一啲什麼嘢嗬。拿到阿婆嘅呢太乾上嚇，睇筆，
一種意象都喺室內。做乜嘅？更加我看到太平山吼，已經自由講睇嘅乜嘅嘉年華啦，或是一些表演嘅活動，那會看得到。所以那客家嘅東西吼，有的甚至於喺室內吼，同事之間互相冇喺種冇講到客家話吼，唔啲都強用喺客家人，所以喺畫面吼有室內同室外一種嘅，喺每人嘅客家人都自由講關起門，人係客家人行出去都變得同樣嘅社會都冇，因為變成一種嘅弱勢。所以我都最主要就表現到啲客家按樣會去發生，所以甚至於你喺畫面之中吼，也有嘅咧懷中門，你前邊是有嘅懷中門，也懷中門做乜佢會有安尼，嗰種參觀嘅人不見得係客家人，嗰種我睇介紹嘅時節，當然都多多少少會講到嘅咧樂隊樣會來嘅。有像譬如講嘅咧清朝嘅時節嘅林爽文事件啊，甚至於河洛人同客家人嘅相打啦，呀咧爭地嚟啊，爭田咧嘅咧現象，做乜會產生一樂隊因為樂隊同官方嘅樂隊吼，我做一啲分撇，所以就按到樂隊甚至於也會組織到延續到嘅1895年嘅日本嘅抗日嘅事件，所以都介紹到講嘅本來參觀嘅一般嘅遊客。另外一張圖都嘅咧，畫一啲阿婆，作論太平山，以時嘅咧頭南毛吼，都以前按講到300頭300頭嘅幾種按到300頭，係，後邊幾種嘅吼，佢也有分家人咧同冇家人嘅一種嘅方式，甚至於太平山本身嘅黑色身嘅變成嘅花紋啊，也有分未婚同已婚嘅另外最主要係就將嘅阿婆嘅面吼畫到青島汁意思都表現個客家人驕傲硬頸嘅精神啦。唔把佢突出嘅講，也個有客家嘅意象，沒有唔想嘅講嘅事情嘅地方樣吼。嗰所以頭當嚟講嗰後畫嘅人物嘅情形都係講，最主要可以表現到深度去表現啲乜嘅東西，因為畫風景吼，唔像畫到講粗啊咧，本人冇講嘢嗰層嘅種。嗰所以我個偏畫人物畫研究嗰有故事好講，嗰係故事好講。唔會咁我講，唔看到一個同我平係人，唔過有時把冇共用嘅地方，如果去觀察吼，會去問講，也發家上嘅同我講乜嘅，吼，像頭都講嘅緬懷我美國喜歡，幾時我會睇比嘅太平山，佢當個有一隻相片老相片阿婆相片我覺得好幾實際呢。幾張圖我畫嘅題嘅就係都一啲藝術家以創作嘅時節而會有一啲構思，一啲構想咁樣去鋪排像我嘅緬懷嘅幾種圖都有老相片都阿婆老相片細妹睇室內同嘅室外嘅一種設計，所以去用去表達客家嘅意象出來。
啊，甲给种土的给狗土啊，吼，给不拜嘿，有很用的，无可能伊得马都记啊给嘛，吼。可以留得想象，留得想象，当然马都嘅呢，可能會想到即家家嘅嘅呢，泰國嘅呢形象安尼畫出來。佢說他把師母有派上用場啊。對。伊要做嘅馬都哈，比如講，我嘅發啲本身我安尼比太輕鬆，如問師母講，你去比下，不敢放一下。咁你姿態其實自家去想象啦。面容是咁你有的，當然會去觀察，女性嘅咁你嘛個輪廓要用去表現安尼。嗰種外國都講動作嗰難嘅，唔係你用想象嘅都可以，唔係有一啲人做本款，能有好吧？當然伊安尼也可以，不過因為畫圖嘅人本身跟你人體嘅結構多少少都關節啊、都肌肉啊，要去注意，要去觀察啊。係啦，平常我注意看、注意觀察，我有時把研究啦。嗰種下擺就係唔能想象嘅出，差唔多嘅動作我係用嚟嘅。咁還有一部就係有得獎嘅2021年嘅國防部嘅呢政畫比賽最主要有一個標題，都前2-3年那個呢疫情的關係都有聽下呢題目出來。我當初睇九項嘅時間都有去面向嚟講，國軍第一線嘅嗰啲工作都叫化學兵啊，同嗰啲消毒兵啊都必須要出動。所以喺圖面都有醫護人員同嗰啲化學兵、消毒兵啊都。睇畫面當中，甚至於當然，疫情同樣的國土保安都有國軍有戰士也都必須要出現嘛，所以都喺實際嘅時間都將也都畫面用去補擺。當然都所謂工筆就是說你必須要先做這樣的草稿，做稿。設計完成之後，完成呢，你嘅宣紙能夠也不用上去太難的畫線畫好嘅，再給你染色安尼。也擺會得到第一名，我也感覺算榮幸啦，也算被嚇到一下。因為我冇想到我會得到第一名。唔講要嚇到，咩頂上得獎啊？會嚇到。得獎佢真係我所有會得獎嘅作品從頭到嘅你爸南聲人嘅也有得獎。當因為後邊有人會鼓勵我去參加比賽啦。我親手講話咧，我冇主動去參加，當後邊有人睇送睇嘅呢吹，算真係算榮幸啦。安強啦，剛發展咩係嚇？開個展啊，咩係人送嘅？有人睇送，將也擺第一排喺展覽嘅時間，也有2個朋友。同我談書，都一帶都嘛胡新華同嘅黃旭啊2個朋友同我談書補擺，也擺展覽嘅時間，我也請感謝同也的親戚朋友，甚至於我錄卡人，也請感謝我嘅親家，也要出來，
睇我嘅開幕式，甚至來嘅都家嘅也都全部都到場，所以我感覺真歡喜啊，真高興啦。咁老師晒下來有上愛，還有上愛畫乜嘅行業，乜嘅計劃行，我去計劃嘅人嚇。喺當嘅展覽睇嘅呢，明年的1月份，推天的這個音樂大樓，嘅同樣也係有中西化嘅呢展覽。當然係因為接觸也工筆水墨所以以後行嘅路線也會同樣也係用工筆水墨也方面來創作。當然也希望講我嘅思路可以有多方面嘅創作出來。咁接下來有其他王先生其他韓國好嘅作品咯，非常感謝王先生今日同我哋分享上映嘅故事，多謝。多謝觀眾朋友。希望大家能夠1月份嘅時間來去屏東推天大樓，來參觀我嘅展覽。多謝大家。多謝。觀眾朋友，接下來聽論先生好好運動。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按讚，韓國聽業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